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7月24，诗篇126篇30安尼讲：耶和华有为咱行大事，咱就欢喜。咱三甲来祈祷，为阮行大事的主，阮感谢你。你是为阮开路的主，你也是行神迹奇事的上帝。你应允对阮讲，流目屎也精止的，要出欢喜的声受歌。迄个流目屎带精子出去的，的确要带伊的丈辈欢欢喜喜回来。主啊，感谢你，因为你应允阮，互阮所流的目屎、所野的种子，最后通欢欢喜喜来收割。虽然环境因为疫情变做艰难，虽然头前的路看起来雾雾无明，虽然困境也无离开阮的身边，总是阮相信，你要为阮行奇事甲开路。阮要看见你的作为来欢喜，就将荣光归予你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愿主施恩赐福咱大家，互咱流目屎所野的种子，会通欢欢喜喜来收割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